感谢苏宏带予咱上新的画面。另外，伫高雄基镇中州渡轮场边的加油站，因为长期敢若提供柴油地师就讲要用汽油的市民，伊就要骑机车到外口来买油，来回就要20几分钟的时间。若讲浪费时间，载运的过程嘛是真危险。对着这件代志，海洋局也表示讲，未来会积极甲中油来讨论，赶紧来增加着汽油加油站。 看会出渔民的面是安尼真无奈，因载一桶搁一桶的塑胶桶啊，来到加油站加油，原来是这个渡轮边仔的加油站，敢若提供柴油尔。我加汽油就是爱骑奥多麦到大山头加啊。啊，差不多爱骑偌久的时间？好，若要骑较慢，来10几分的啦。啊，你敢会感觉安尼真无方便？啊，本地无方便啊！你若讲加2桶油、3桶油，安尼万本来发生车害啥变过咧。 这毋是咱市政的问题尔，是整个市政。吼，啊，就比方讲一个家庭渔港，伊嘛是高雄市区，因都有，为啥阮市政区还阁无？啊，你敢会感觉安尼做无方便呢？说不了做无方便呢？你也讲叫伊这设一个汽油较方便。这情形佫出现伫高雄基镇的中州渡轮场。 伫遮停袂少的船只，啊，若遮的船大部分拢是食汽油的。毋过边仔中州加油站煞干那提供这个柴油，地使渔民就要冒着风险骑车去外口买油。规个过程对渔民来讲，毋若真了时间，嘛有一定的危险。那有关渔民朋友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，我们会近期会来邀请中油公司，还有高雄区渔会，还有一些渔民团体来讨论现有的渔船加油站来增设 汽油加油的可行性。海洋局表示讲，因已经听到渔民的心声，未来嘛较积极来和中油讨论，会紧的来设汽油的加油厂，通早一日，互渔民较利便的讨海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